第一，这个名单跟一般民众的期待是有落差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大选在即，要再一次拜托国民党的党员，还有所有支持国民党的好朋友，这个大选大家能够全力来支持国民党的总统、立法委员候选人以及政党票来支持一下国民党。我一开始公布那个房产的资料啊，为什么那个坪数好像被质疑说缩水？我们都有补充，完全昨天晚上就有补充资料啊，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整个盘整过，所以昨天有一些资料做补充说明啊，谢谢。这个房子是亲戚，完全照规定啊，再来。今天来到新北啊，那其实回到娘家，那但是那个市长侯友宜好像跟你有对错，他会觉得遗憾。不会，因为新北非常大，有29个区，有将近400万人口，所以侯友宜市长是非常非常的忙碌。我想大家不用太多的联想，汉子、秃子、燕子。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啊！那现在有竞选总部主委吗？有问过了吗？谢谢。被像还会有不满意的部分区，然后有时候不分区666政策，我们现在今天做一个初步的公布。那下星期会针对我们现在少子化以及我们幼儿还有公托的部分，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。国政顾问团很快会发表。市长现在要开，明天早上就要正式来公布了，就是对这个蔡赖配，这个搭配怎么样？明天早上正式公布，他们公布他们就民进党自己公布了，对，我们已经公布过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们会有评论。怎么看不分区名单？今天出来的不分区名单有点争议，有人被刷下来。我想国民党这一次的不分区名单公布出来，我大概有几点看法。第一，这个名单跟一般民众的期待是有落差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大选在即，要再一次拜托国民党的党员，还有所有支持国民党的好朋友，这个大选大家能够全力来支持国民党的总统、立法委员候选人以及政党票来支持一下国民党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国民党的未来一定要走向改革的道路。国民党所有执政的团队以及监督的在野团队，都要能够苦民所苦，贴近基层。更重要，国民党一定要大力栽培下一代的年轻人，让年轻的新血轮能够加入国民党，然后一起来为人民来服务。国民党改革的道路是一定要行进，一定要往这个方向。好吧？现在有查询的内容，国民党是教科太本，如果张善政再传言。